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。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，上层日记。金葫芦与银葫芦。长治2年5月23日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。师傅说：“糟糟糟，前面不知来了什么妖。”这荷叶啊，我跟你真好，哎呀，可得劲儿了，软软乎乎的，太卫生了。师傅，我觉得下次啊，你试试这瓦片儿，刮得干净了，真的。这个，来八戒，让猴哥疼疼，来。老沙啊，胡子脏了，捋一捋，来。破剑士，当剑士。哎呀，沙师弟，这胡子乱了就得捋一捋，是吧？闭气室啊，不要闹了，为师饿了，去画点圆。那个你啊，算了，八戒你去吧，去。我去。师傅还是我去吧，好吧？我这次特别想去。1、2、3，看谁快！来，接着捋。哎，你的皮肤最近这么差呀？哎呀，不想看到你。闭气室。天下第一线。嘿，两位大哥您好，请问您一下，什么是天下第一仙呢？别告诉他，是我们的大哥南墙。户口本有吗？户口本还有户口本？当然，没有联合上户口本的不能预定。我带了。健康证呢？啊？健康证？没健康证不行，回来。哎，那个您好，给我来一份那个天下第一鲜啊，给我加2个鸡蛋，然后我不要薄脆，然后火候大一点，老谢谢。户口本、消费记录表、健康证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没有您就通融一下嘛。我谁都通融。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是不是不知道？不知道是吧？是。3界之内谁有这么大耳朵？说。你不知道我是谁？你狗眼长在哪儿呢？啊！哎，干嘛呢？要你那眼睛干嘛使的？出劲用的吗？找死吧你！知道这是谁吗？这可是天蓬元帅。啊！不知道吗？元帅，在下金甲，二弟银甲。哟，天蓬元帅，久仰。哟，尹总，你好。金总你好。金甲。哎，金总。机灵点，我们都不敢拦得住，你敢拦下来？废物！里边请。就是你是看门的。这个不错，这个好啊，有点这样，赞一个。我说妹啊，你不要再总想着那个唐三藏了，好不好？他已经死了，被人家宰了吃肉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看。什么情况啊？就是死了，让人吃了，拿高压锅焖，明白不？没门！救命啊！救我啊！闭嘴！猪八戒，你要再敢叫一声，我就给你做成烤乳猪。觉得抓这猪八戒不太合适吧？在
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通过卖这唐僧肉的期权去挣那些小妖们的钱。说了，那唐僧跟前有孙悟空呢，你斗不过他。大哥，那孙悟空算个屁呀！他再厉害，有咱的宝贝厉害吗？信我的啊，先抓唐僧，吃一部分，卖一部分。我反对。我觉得金总说的对。这卖假唐僧肉赚钱，这多划算呢！你去逮那真唐僧肉，这惹那孙猴子干什么呀？对吧？再说了，小妖过来买唐僧肉，他又不知道是真是假，是吧？你吃完以后能不能长生不老，能不能延年益寿，那是几十年、几百年后他才能知道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要我说呀，咱们就赚小妖的钱，让他们傻乐去吧。哎，老二，你还真别说啊，你看这猪八戒长得猪头猪脑的，倒是真能给咱们出主意。要不给他放了？哎，金总说的对，赶紧把我放了。放了之后，我给你俩密谋画策，赶紧的帮你俩捞钱呢。大哥，你看看他猪头猪脑那样，怎么可能帮咱卖唐僧肉？怎么就不可能呢，银哥？可能啊！你不知道外号吗？我人送外号是诸葛亮啊！什么情况？你捣什么乱啊？哎呀，唐僧呢？哎，姑娘，我们现在这唐僧肉啊，只是预售，什么时候货到了呢？我们另行通知。您先回吧。别扯了，我看你们这儿根本就没有唐僧肉。怎么没？这不是就唐僧吗？这面相，24K 金，如假包换，纯唐僧。糊弄谁呢？老娘什么没见过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这就是挂猪头卖唐僧肉，小心我去告发你们，让外面的那些小妖们知道你们的伎俩，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。完了，哥俩完了。哥，这妞挺烈呀，伶牙俐齿的，我估计咱俩不是对手。听我的啊，先把唐僧抓回来。那也只能这么办了。原来没抓着唐僧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猪八戒在这儿，那唐僧肯定就远不了。你们两个快去抓，听到没有？要是见不到活唐僧，老娘就坐这儿不走了。嘿，大哥，这妞跟咱玩狠呢，哼！看小弟把唐僧抓回来。去吧。小弟去了。哎，二弟，智取。大哥，放心吧，咱宝贝一出，谁能拦得住？哎，去吧。银哥，别抓我师傅，咱还是卖假肉吧，银哥。闭嘴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可以继续哦，继续摔哦。哎呀，这里有一位老者。哎呀，他摔倒了。哎，是。不能服，你忘了武装观的前车之鉴了吗？啊，对呀，师傅，你忘了武装观的那个前车之鉴什么意思？前车之鉴呢，指的就是前人犯下的错误，你要吸取他的经验，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不对，老沙，你骗我。前车之鉴讲的是这有一个车，车前面还有一个车，车前面顶个箭，这叫前车之鉴。前面顶个箭有什么用呢，师傅？顶空气呗，是不？哎呀，谁给我扶起来？我把脑袋顶上银葫芦给他。哎，舒服不？给哪个垫啊？瞧他美那个样子。孙悟空，学小狗。给我上命！齐天大圣的威风啊！叫爷爷。孙悟空，我现在命令你啊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把唐三藏跟沙悟净给我带走。师傅，不好了，大师兄被那个银葫芦控制了。啊，不行，化妆包还在他那儿呢。
红肉包。哎，师傅，等等我呀！师傅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啊！我还想问你嘞，我跟两个妖怪斗智斗勇，就为了保你全身而退呀！师傅，你赶紧走，让我为您死！你快死吧！你快看，你大师兄多厉害呀！他又交了好多新朋友。你也去死好了！师傅，我就知道猴哥不靠谱啊！不过师傅放心，以后只要有老朱在，我绝不会让别的妖怪再欺负师傅。二弟，你还真是牛叉呀！啊，这不出半个时辰，唐僧4人都被你搞定了，小场面，大哥。可赞可叹呐！啊，赞不赞？赞！今天我们抓住了唐僧，公司的实力将进一步的提升。借此机会，我宣布，莲华洞科技公司上市程序正式启动。去吧，收拢更多的人加入到咱们的公司去吧。哎呀，我是真心替他们高兴哎！要不是绳子捆着你，你肯定扑上去了吧？圣僧哥哥，你还好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到你俊俏的脸庞呢？哼，猫哭耗子假慈悲，赶紧的把你圣僧哥哥和猪爷爷给放了，快点！哎，八戒，他叫我哥哥叫你爷爷，你是不是在占我便宜啊？重要吗？圣僧哥哥，你有没有想人家呢？人家可是对你日思夜想呢。要不然你对我说出“我爱你”3个字，我就求他们把你给放了。白姑娘，我呢，早已经把红尘看得破破的。所有的女人在我的眼里，跟大牲口没什么区别。快点吧，大牲口！白姑娘，要不你把我手松开吧，我呢想卸个妆。不，圣僧哥哥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们曾在未名湖畔的落花时节，我们都像约好的一样，都从未去过。圣僧哥哥，你难道不爱我了吗？我爱天下所有的苍生，大树、鸟儿，包括你，包括不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包括大牲口。我静静，我靠，谁这么大的劲呐？哎，不对，二弟，怎么了？我是让孙悟空去打唐僧一巴掌，他怎么打沙僧了呢？大师兄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肯定是原来他的记忆系统出问题了，你重新设置一下，再试试。大师兄，你为什么又打我？那是报武装观的仇是不是？哎，这什么情况这？孙悟空，我命令你去打唐僧一巴掌。哎，不行，去挠他的脸；不行，挠他的肚子；哎，不行，挠他的屁股；哎，不行，挠他的脚；不行，不行！哎呀！人死机了！不行，挠他！哎，怎么这是？你个贱人，你把葫芦给弄坏了！明明是你们质量不好。你赔！谁怕谁？我不来战。大哥，我的宝贝葫芦坏了呀！赔我呀！我给你修。我的葫芦啊！算了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好哥，醒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师兄，快，先把这解开！怎么还得绑上呢？解！我刚才怎么了？大师兄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可算醒了。刚才你被银葫芦控制了。银葫芦？对，银葫芦，我怎么了？你刚才是那样的，你看啊，银葫芦在哪儿？我的小晶晶呢？晶晶。姑姐啊，没事的妆有没有花呀？你看看晶晶姑娘，那个谁管你呀，晶晶。哎呀，我的！告诉你啊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你给我起来！悟空，不要杀生啊！悟空，不杀生，他都控制我了，不杀他。人啊，以慈悲为怀呀。我们紧箍咒也是以慈悲为怀呀，紧箍咒。你还有紧箍咒呢？你能把我了？误会大哥。过来。大哥，对。
我行。对了，大哥，学狗。啥？学狗？给我撒掉！叫声孙爷爷听听。孙爷爷，孙爷爷，孙爷爷。师傅，这样行了吧 ？OK。啊，里头歇会儿。君君姑娘，请上座，请上座。你大人有大量啊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的。老僧啊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啊。其实我也叫悟空，我跟您的爱徒是一个名，但是我是自秀莲，不知您的爱徒是字什么呢？他呢？他字……哎呀，我给忘了。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，你把我名给忘了是不？不是悟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忘了。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啊，我叫闭嘴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我要自己想。那你自己想，我自己想。你也别急啊，你让我想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师傅，你看见晶晶姑娘了吗？没看见。哎，真烦人！我本来都想起来，又让你给我弄忘了。哎呀！烦死了，不想想了。哎呀，我就想安安静静做一个美男子算了。哎呀！我这创业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哎，朋友，哎，你这个小金葫芦挺好玩的哈。哎，我这金葫芦呀，可好玩了。你这样拿着呢，把这个袋打开，叫上谁的名，谁只要一答应，就能被收进葫芦里。这真的假的呀？你试试，你试试。不能。然后再试试啊。沙悟净。晶晶姑娘。哎。孙金宝，小爱呀！好玩哈，这个，哎，那怎么倒出来呀？哎，怎么倒出来？我教你啊！唐僧，你个傻子！孙悟空让我收进来了！师傅，快跑！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哎，师傅，二师兄，哎，你们跑什么？哎，摊上这么好的师傅，大师兄真是委屈你了。哎呀，真好，这个武装观啊，真是福地洞天啊！哎，敢问二位，这个武装观供奉三清四帝，为何要供奉这长洽二字呢？是长治。长治二字呢？这三清四帝乃家师的晚辈，当然不能拜了。唯有这凌霄殿王世子乃家师的偶像，当然拜他。那不就是一臭编剧吗？你臭下面什么？怎么了？哎，等！哎，编剧是干啥的？有玉帝厉害吗？啊，这个编剧呀，好像是听起来挺厉害的，但是呢，道家永远是道家，比不了佛家的。你们整天除了念经，会炼仙丹吗？我们和尚念完了经，正好吃了你们炼的仙丹。一尺井底之驴。说到武功高低，家师镇元大仙一掌能把大山拍成烧饼。佛祖